今日2025年6月22日，我喺沙田搭車去高塘起步，而家到高塘落車起步啦，開始起步。行前啲就下海咯。而家沿住北潭道方向。海下係啊，係海下。嗱，係啦，呢個路口就啱啦。係啦。而家轉入嗰條海下路。哎呀，大灘郊遊徑，經過大灘郊遊徑，啊，前面後塘溪喎，啊，真係未嚟過呢度。再前就海外公園。由呢個瞭望台上山啦，老虎騎石就呢度上啦。應該唔使行好遠就到㗎。老虎騎石係高275米，因為去荔枝山莊啊、深涌啊嗰啲，就由呢個路口入去啦。呢個路口入去。而家嚟到海下啦，海下啦，而家入咗海下村。哇！原來有好多水上活動，主要都係獨木舟，好多人租艇啊！啊！而家細路喺度玩，啲獎。呢個海下。你而家要行去邊啊？嗱，小心線啊！呢啲嚇。哇！然後先有人落嚟呢個沙灘玩啊！獨木舟多，石灰工廠喎，石灰工業喎。兩個路，飲啖水先。嗱，呢個沙灘啲人喺度玩獨木舟，係啦。咦，今日開放啊，係嘛？嚇？想唔想入去睇啊？海洋中心，呢個環境啊真係唔錯。而家開始嚟路啦，而家繼續行海下灣自然教育徑，慢慢行啦。呢度應該冇咁跣嘅啲。而家我哋去灣仔，呢條路咧就係大灘啦。而家過嚟呢個灣仔啦，而家單車徑嚟喎。而家轉去灣仔自然教育徑。
又有魚啊！灣仔西營地。係嘛？好天咯咪，話落雨都好難行啊條路。而家嚟到望樓仔啦，88米高啫。今日嘅難度係屬於3星，全程10.63公里，大約用咗4個鐘就完成。今日上到最高都係22米。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，再見。